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首先，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台湾甲保留旅游气泡，已经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下晡会开会详细讨论，会有决定。代替企业工会宜兰分会发起清明节合法请假，要抗议代替准备要取消休困日加班。中国外交部长以一个中国向美国发话，咱的陆委会强调讲，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7个对境外入武汉肺炎的病例，分别是对巴拉圭、英国、菲律宾、印尼入境。另外，甲保留的旅游气泡有可能要开放啊。指挥中心表示，今仔下晡就会有跨部会议，就会有决定。那么来听指挥官陈时中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有7例境外移入的病例，那2例是巴拉圭，2例是英国，然后1例从菲律宾，2例从印尼。那这7位都有入境前3日的阴性检验报告。那目前来讲在接触者上面都没有，就说人数很少，朝着一个比较就是。也不能说是放松了就因为双方都没有嘛那所以怎么样更自由的来做交流这是我们现在在研议的方向。对，所以我们今天下午会有3部的次长会开一个次长级的会议，把这个定案下来对。台湾甲保留旅游气泡传出可能特别开放，已经指挥中心嘛讲因为咱甲保留基本上拢无啥物疫情，也毋过开放观光的细节，包括航班出团的人数等等，搁爱讨论。上紧今仔下晡就会决定。咱个专家嘛表示乐观其成，也毋过嘛强调讲，相关的检验的配套是真重要，才袂造成防疫的空隙。已经研究真久的台湾甲保留的旅游泡泡，会有重大进展。伫这么团讲，保留旅游泡泡会采取团入团出，旅客就要提供坐飞机进前3天内核酸检验的阴性报告。入去保留机场的时阵采检一遍，也毋过旅客返来台湾依然需要居家检疫5天，检疫结束进前，搁再做一遍 PCR 采检。对此，国内专家认为，国门只要开放，就变得历来风险，所以检验的配套措施真重要。旅游泡泡一定有风险的，最没有风险的是已经把国门全部关起来，那就没有风险了。你要做任何泡泡一定有风险，所以你就是要第一个你要衡量这风险你能不能承担，第二个你有没有办法有一个很简单的措施可以降低风险。黄立明讲，保留已经开始做新冠有风险，不过台湾也未，民众返来台湾也是有风险，爱提防无症状感染者将做防疫的浪棒。另外，国际之间拍算要推动疫苗护照当作解封的标准。对此，指挥中心专家认为，自有风险无等于零感染，而且无共有风险保护力无共，现阶段也是检验较重要。不同的疫苗，它的保护效果又不太一样，所以未来疫苗护照它到底是会采取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呢？可能要国际之间互相商讨。指挥中心强调，因为2个国家基本上拢无疫情，只是伫咧讨论详细细节，包括航班出团的人数，上紧这2-3天就定案。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暗去参加药师工会联合会春酒，总统是真感谢药师守伫防疫第一线，守护咱国人的健康。从去年年初以来，健保药局已经售出超过10亿片的成人口罩，以及1亿多片的儿童口罩。那么，因为有大家的共同的努力，让我们全国各地的民众都能够获得妥善的保护。我还再次谢谢我们的药朋友，过去1整年大家辛苦了。总统蔡英文表示，政府的催安是命济，会当顺利第一线药局药师功劳真大。全国有8000多间的西药房伫社区内底服务，唔但会去民众的厝里，阁会去学校、长照中心做药物咨询，更安全的宣导。总统是表示，政府会甲药师做伙拍拼，来打造出药师的网络，建立如何完整的医疗体系。咱再来看，代替企业工会宜兰分会发起清明节合法请假，要抗议代替准备要取消休困日加班，会造成员工无加班，薪水就会变少。也毋过，代替企业工会总会是表示，目前阁无了解有偌济员工会参加，工会嘛会来继续甲资方协商。
代替企业工会议员分会顶礼拜五发落背款信，标题写不得不见，希望会员保障家己的权益。无论市民是毋是上班，最近写请假单甲无登记固定假日出勤，交互分会。安尼始做是为了要抗拒代替计划要改班制，取消员工伫咧休困日加班。不过，代替企业工会总会讲，目前还阁无清楚是谁人发动这项计划。这一次清明节他们所谓发起的集体休假的事情，并不是我们企业工会所发动的。整个应务体系的话，如果说属于技术类的话，可能影响就比较大；但是如果是替代性比较大的话，可能这个东西对陆局来讲是一个考验。一向甲企业工会立场无共个，代替产业工会讲，认同企业工会议员分会诉求，因为代替若是强要改班制，取消员工嘅休困日加班，薪水较低运务人员依照职级别无同，一个月可能会减8000块嘅加班费，影响正大。另外，改班制了，员工可能更较歹请假。其实人力一直没有补足嘛，然后铁路局为了想要节省加班费的支出，就是需要推4轮3班跟砍休息日。对，那推下去的结果，其实会让现行的人力是更紧绷，那可能变员工就请不了特休假，对，或者是没有就是请假的余裕这样子。代替产业工会正发内部问卷调查，问看会员是毋是同意伫咧市名时阵依法休假。看会员的意愿，才个决定后一步行动。根据了解，伫即马支持市民依法休假的，大部分拢是轮班的运务人员，是毋是对市民运输造成影响，也搁爱看。记者综合报道。南投这几天虽然有落雨，也毋过水库的水量煞无啥物增加。另外，潭的水位目前是738.5公尺的低水位，4个码头中有3个码头需要变更游艇出入的航道。负责调度中华森林农业用水的这只水坝，佮需要120万吨的水量，加上3月初农业用水减少供应5%，望讲会使顺利度过一期调作。中部的水情安导，日月潭水库的欠水率有4成外，但是4个码头中有3个因为水位上低，船只可能靠大，爱靠调节才通出入航道。外加湾水域因为水大起，连四边的沙石拢看现。水域活动路要比较小心，不好走。所以你们在从事水域活动的时候会受到影响吗？现在枯水期这样的状况，在上下船的时候会比较不好走。以伊达邵码头为例的话，面对湖面的右侧现在是搁浅没办法使用的，招雾的话也是右侧有封闭，玄关码头的话也是右侧有部分封闭的状况。日月潭目前水位悬度伫738.5到739.5公尺中间，不过供应中华和森林落水溪流域的集引水坝，也是爱减少农业用水5%来调度。中区水资源局指出，目前佫欠120万吨的水，透过调度应该使互早冬稻啊引产。的水量大概要220万吨每天，所以不足的120万吨的水是请台电那边补充放下来。农业跟工业的用水节约5%，标地的用水跟农业的一起倒做公灌是没有问题。中区水资局表示，有日月潭的水、森林中华的水情无遐安导，但也是需要农民斗欠水，才通度过可旱期。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去基隆鼓励海军132舰队，总统嘛登上南洋南颁发加菜金。蔡总统正感谢海军守护台湾海域的辛苦。首先，我要代表国人感谢各位弟兄姐妹，24小时忍受海风侵袭，忍耐寒冷，为我们守护海疆。我们131舰队在平时监控共建动态，负责东引、马祖、运补护航。蔡英文总统今仔伫国安会秘书长郭立雄的陪同，前往基隆的海军132舰队。新任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也头一遍陪同总统出席公开的军方行程。蔡英文总统嘛甲海军132舰队做伙用餐，颁发加菜金。军方马上蔡总统之前主持军男成军的到位会议。
咱再来看海草大公道的小组，昨本地宣布讲无要甲农委会主委但集中来见面，也毋过后来又搁讲是暂时无要见面。有款团是认为政府伫个公道成案，才要来沟通，若伤过慢嘛无互信的基础。海草大的公道嘛无应该甲问题简单化，讲经济也是环境两项只会当选一项。行政院嘛回应表示，民主时代绝对袂缩头，对去年到大学拢有个沟通对话。仁爱海草大公道工作小组伫初7斗早宣布，无接受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见面。团讲环保团体家己内面的意见袂合，批评见面顶同是互政府缩头。公道小组又搁发声明讲，原本定8月见面时间伤延，会暂缓见面，另外找适合的时间来见面。有环保团体认为，等公道要成案啊，政府才来沟通伤慢。今天成案了才要沟通，的确是稍微慢一点。你如果要沟通，应该跟各个相关的关心的团体全面的沟通。天然气也有氮氧化物，也有温室气体，所以我们要用天然气去换燃煤。我觉得是非常可惜。其实政府有在推节能，只是因为这几年来，我们现在是规定5年要省5%，而且平均1年省1%，那这个的速度太慢了。健康空气行动联盟认为，政府无应该甲海草大公道对立成做经济加环境的选择题，应该重新检视能源政策。过去也是环保团体出身的民进党立委洪新涵讲，无愿意看到海草大公道变做二元对立。希望政府继续对话，将好处歹处拢展互大家看，互公民家己检视做选择。科学方法、科学证据上面的厘清，各种不同的选择的利弊得失，把它摊在桌上，然后让大家来检视，让大家来确认，让大家来厘清，然后最后再来做选择。跟他们谈论没有什么摸头的问题，民主时代没有摸头的问题，持续的对话是没有间断的，所以一则没有重启。二者也不是现在才开始。行政院发言人罗秉成讲，尊重环保团体暂缓见面的决策，也强调绝对不是公道这边成案啊才来沟通。自去年6月开始，经济部就透过各种方式甲环保团体接触，最后第3天然气接收站缩小面积，就是过去沟通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军机，那3不5时就飞来咱国附近的空气。上新的卫星相片嘛发现讲，中共最近个整理福建离台湾无到200公里，福建省2位的军用机场。军事专家是指出，中国的军机若是对这2个所在的升空，只要7分钟左右就当飞来台北，对咱台湾是真大威胁。咱国嘛传出讲，国军专力来检讨航空火力个战备变组，扶手架的飞弹车嘛进驻淡水哦，台美做伙合作监听中国风险情报。中国解放军这几年一直派军机侵扰台湾附近的空域，透过上新卫星相片发现讲，中共最近还阁大幅度翻修甲福建省的龙田军用机场、甲惠安军用机场2个所在，拢离台湾无到200公里。前空军副司令张元定指出，中国军机若为这2个机场起飞，只要7分钟的时间，就会当飞到台北。飞到台湾上空，大概一般的千斤机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斗机，大概只要7分钟就到了，一起飞就可以到了海峡中线了。那它的在时间、在航程上、在时间上都比较节约，在油量上也比较省。那换句话，它留空的时间就会比较久。专家分析，对共军来讲，这2个机场也有反制美国军机增加作战机队这项任务，甲集合中部、北部战区兵力等等战略的意义，恐惊对国军造成不少的压力。原厂跑道很清楚的，就是要让大型机起降，运20的加油机、运8、运9的这一系列的电子情报机跟反潜机。中共的轻装部队，特别是空降兵，有机会可以。就是以高铁机动，比较是突袭性的一个选项。共军的活动的动态等等这些，我想我们会持续的来关注。那有关于报载的这些所叙述的这些事由，我们一无所悉。有咧传讲，国军为去年底开始全面检讨各作战区航空火力甲战备编组。护守者飞弹车嘛进驻淡水河口，不过军方是无证实。嘛传出台湾甲美国透过政治单位的合作，伫阳明山山顶有设监听站门园，监听中国相关的电信情报。属于卫星天线，
所以它可以接收的是包括中共的一些通讯卫星、潜舰部队的一些通联。面对中国的威胁，台湾除了加强军备，嘛透过台美情报的合作加强反制。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防部公布2021年的国防预算比去年增加6.8%，其中的一部分是为了要对付台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记者会顶头，嘛对美国话话表示讲，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是袂使超过红线。陆委会嘛回应讲，台湾从来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没有妥协余地，没有退让空间。讲到台湾，中国的态度也是大真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记者会以3点来回应，向美国拜登政府表明中国对两岸的底线。中国国防部嘛公布2021年国防预算比去年增加6.8%，其中一部分是为了应应台独。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现实威胁。针对当前的复杂形势，可以说天下并不太平，国防必须强大。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对两岸的议题作出回应，王毅阁要求中美双方就要遵守袂当干涉内政的原则，因为包括新疆、台湾、甲香港等等的问题是中国内政的事务。陆委会反击，台湾自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有权利与国际社会正常交往。台湾的前途更只有台湾2300万人民有权决定。美国政党轮替，美台的关系也是甲进前同款。中国并无欢喜看到这个情形，因为美国的新政府敢会改变川普时代的作风，扭紧甲中国的距离。学者普遍拢认为讲，伫讲美中的关系进程，中国会先宣示因的立场。中国来讲，美国依旧是对于新疆、香港以及包括台湾上面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琢磨。拜登呢现在的政策并不如中国的预期，也因此重新回到他对这个美国采取比较强硬对抗的立场，有一点先打预防针的味道，不会因为你换人而有新的政策，或者是让你有太多的想象。为台海两岸甲国际关系，中国强调一中原则，无退让的空间，嘛互美中台三边未来竞争甲合作充满挑战。记者综合报道。以色列有超过50%的人口拢已经注过一剂疫苗，第7次经济活动又搁开始，机场嘛重新开放。外界认为讲这是目前有挑衅的总理纳坦雅胡伫为搁剩3礼拜的国会大选的铺排。另外，伫法国因为注疫苗的进度上过慢，受到批评。非洲的伊索比亚目前嘛已经收到头一批来自 COVAX 的疫苗。以色列几项防疫禁令解除了后，餐厅、酒吧等等的公共场所恢复营业，中小学转去学校上课，也有主要的国际机场，逐天开放一定数量的旅客入境。总理纳坦雅胡初日暗时批准放入禁令，加长工伫媒体面头前食物件食甲真欢喜。The Green Passport restaurants coming back to life. We still have to watch ourselves. We have to wear masks, keep the distances that people require. Not yet done, but will be done. Now, do you want to bite? I'm very excited that things will go back to normal, but let's see how it works. Like, I'm not sure about all the vaccines and the one who was vaccinated and one who were not. 不过，健康官员警告讲，解除封锁了后，接触增加，恐惊会引起另外一波的危机。以色列去年底第3届全国封锁，即马纳坦雅胡保证讲，袂阁有第4届。纳坦雅胡进前涉嫌食钱的代志，即马5万有疫苗政绩。伫即个月23举行2年来第4届的国会大选，争取连任。以色列因为同意提供国内人民做辉瑞 BNT 的医疗数据来交换疫苗的供应。为去年12月份开始做了后，已经摕到860万剂，930万的人口，已经有超过52%做过辉瑞 BNT 第1剂的疫苗，有要40%的人做过第2剂，是全球做疫苗比率上悬的国家之一。为着消透医疗体系压力，避免采取更较侪防疫限制，法国政府加强实施注疫苗的计划，初期有几啊千人去注疫苗。法国政府这段时间因为注疫苗的计划进度真慢去互批评。法国的人口有6700万人，目前差不多有358万人做过第1剂。附近的英国是要有2300万人有做过。非洲国家伊索比亚
测试收到为印度血清研究所提供的167000剂的阿斯特捷利康疫苗，这是联合国疫苗全球处理机制 COVAX 的一部分。根据上新的统计，伊索比亚是东非人口上侪的国家，目前已经有16700个人确诊，超过2400个人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伫伊拉克访问行程，嘛去库德族的控制区，因为遮库德族有真侪拢是基督徒，嘛伫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中掌权的前后受到迫害。教宗去拜访，伊拢真欢喜，嘛不管疫情有侪人拢去参加教宗主持的弥撒。教宗方济各的车驶入会场，民众发出闹一个欢呼声甲破声。这是伊拉克东北部的艾比尔，也是库德族自治区的首府。库德族有伊拉克全国上大的基督徒族群，起源伫公元第1世纪，算是相当古老的教会，因被叫做加瑟丁利天主教会，或者是东极天主教会。虽然亲戚方式无同，不过基本上完全甲罗马天主教会共通，也奉教宗是上悬的精神领袖。经过数千年战乱，甚至伫几年前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横行中东，库德族被周边国家集体霸凌，让后者融合东西方特色的天主教会饱受迫害，未少人逃离家园，族群人数为20多年前740万人，减少到即马只剩差不多25万人。下个月就是全球基督徒纪念的耶稣受难日甲国活节，教宗趁弥撒场合勉励库德族基督徒坚持信仰。Nelle sue piaghe siamo stati guariti, nelle sue piaghe, cari fratelli e sorelle, troviamo il balsamo del suo amore misericordioso, perché egli, buon samaritano dell'umanità, desidera ungere ogni ferita, guarire ogni ricordo doloroso e ispirare un futuro di pace e di fraternità in questa terra. 除了勉励当地基督徒，教宗进前也会见伊拉克伊斯兰最高领袖，希望因促进宗教之间更加和谐。另外，教宗也阁访问伊拉克东南部的乌尔，当地听讲是先知亚伯拉罕的出生地，也是基督徒、穆斯林甲犹太教徒共同的圣地。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再来看，瑞士伫测试公投赞成讲伫公共场所禁止穿会甲面砍掉的大帽，这嘛包括穆斯林妇女的穿插。虽然伫瑞士穿这款衫的人大约只有30来个人，瑞士的选民公投结果有5成2的人是赞成这项提案。公投的结果出来以后，伫瑞士公共场所，包括路的公家机关、大众运输、餐厅加庄卡所在，拢禁止穿甲面领条的砍袍。瑞士选民7号公投52.21%赞成这项提案，不过伫礼拜场所相关性地或者是健康加安全理由，譬如讲天气加节庆活动，拢无受限制。Être libre, c'est pouvoir montrer son visage, c'est respecter la dignité de la femme, avoir une identité. Et donc je ne comprends pas l'argumentation des personnes qui veulent emprisonner des femmes derrière ce voile. 提出相关提案的几个团体，包括右的瑞士人民党，虽然案内无讲到伊斯兰，不过瑞士媒体拢改叫做布卡禁令。人权团体加公民团体认为这是宗教自由内面的人权，穿插打扮应该受到保护。反对这项禁令的人讲，这项提案根本无意义，因为伫咧瑞士只敢若36个人穿这种砍袍。On a fait notre choix. Le niqab ou le foulard, même si je ne le porte pas, le niqab, je le défends aussi. Comme je défends toute autre femme qui choisit de porter ou pas porter de vêtements, c'est son choix à elle. On est en Suisse, on est dans un pays laïque. 国际地下组织批评这项公投的结果是反穆斯林，这是伫咧增加分裂甲恐惧。目前包括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丹麦拢有相关禁令。法国伫2011年第一遍禁止伫咧公共场所穿砍袍。欧洲人权法院2014年支持相关禁令。2018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讲，这项禁令是违反穆斯林女性的人权。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缅甸的军事政变，军方伫第一大城死过2人，嘛提醒大民众。联合国统计，缅甸军方政变较大，上无已经造成54个人死亡。缅甸有9个劳工组织嘛呼吁所有缅甸人民停止工作，展开长期的全国大罢工，来反制军方。
缅甸第一大城强攻，找了半暝也无平静，军警执行大搜捕，伫几个所在向民家自开枪，并且伫路上死过了人。就民众翕到军人野枪落地，全国民主联盟党员的徛街，军人发现有人翕了后，就将枪对准伊。虽然面临威胁，数万缅甸民众车骑游玩行上马路，抗议军方发动政变，逮捕王善书记等执政领袖。路透引用当地媒体报道，第二大城下城的抗议人数上济，但北部城镇拉苏，军警用催泪弹驱散抗议民众。强攻一座小镇塔吉达，军警以实弹弹示威者，示威者使用分布弹，想要暗伏行动，拖延军警行动，要示威者秀出另外一种拖延战术。将女性的裙摆上一摆挂伫马路。မိန်းကလေးသမီးနာနာချင်းอ่ะကျွန်တော်တို့မြန်မာနိုင်ငံမှာမိန်းကလေးအောက်ပိုင်းအဝေးတောင်အောက်ကိုဝင်လို့ရှိရင်ဖုံးနေတယ်ဆိုတဲ့ဒီဥစားရှိတယ်ကြာကျွန်တော်တို့အဲ့ဒီအယူဆဆိုရင်အခုနောက်ပိုင်းဆိုရင်အញ្ញအောင်တော့ပါလာတယ်သူတို့ရဲစစ်သားတွေဒါကြီး2月7日军事政变以来，缅甸连日不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统计，军政府老会镇压，至少已经杀害54人，逮捕超过1700位民众。华裔少女当家时，车衫参加抗争，和军警断事。也毋过这项讲法却互缅甸国营媒体的质疑，伊的空喙无像是互军警造成。讲法律结果当咧调查伊的死因。当时有看到的人向路透社表示，缅甸当局初五将伊的木偶挖开，检查遗体，佮将伊的遗体靠倒转去棺材内。也毋过路透社也表示，目前也无法度证实这件代志。公信新闻林浩如编译。来看一名姓李已经休学的高中生，去年底登去学校，说互2个同学霸凌，佮动脚动手。这个同学今年2月底自杀过身，校方霸凌的问题又佮引起众人的关心。青少年自杀死亡率占整体青少年的死亡原因里面一直往上在攀升，这是一个让我们很忧心。其实事实上是从今年初就开始有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个，我们去探究原因，我们通常都会看见说是人际情感议题、校园生活议题，我们很值得要再去注意的就是关于身心议题。在今天媒体的报道里面，我们其实看到说身心议题的比率一直往上，而且已经超过其他原因。戴孝明强调，政府应该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等议题，嘛要重视每一件因为霸凌造成青少年想不开的案例。台北市教育局指出，校方也针对霸凌这案来办协调会，也毋过双方并无共识，会用司法来解决。教育局嘛继续来注意防止校方霸凌事件发生。今仔是3月7日妇女节，现代妇女基金会公布一份针对1000多位女性所做的一场性骚扰的调查报告哦，显示讲有4成的女性都捌拄过，大部分拢无讲，公司嘛无处理。基金会嘛呼吁头家爱落实性别优先一场，也毋过无上济会罚款50万。企业款演艺界甲正化性骚扰事件这几年连续爆发。现代妇女基金会调查发现，去年这场性骚扰咨询量有54.3%，是196.17.6%的3倍多。透过1057个女性问卷，佮发现超过4成女性捌遭负这场性骚扰，大部分因为惊各因为敢讲，唔敢向公司提出申诉。那当他受到人身安全上面的威胁，受到职场性骚扰的时候呢，甚至于都不敢向公司提出申诉。而20几% 当中有去跟公司提出申诉的，你会发现说呢，那公司在处理性骚扰案件的过程里面并没有按照法令的规定设申诉管道。调查结果显示，行为人甲被害者关系是顶4甲员工关系占41.7%，同事关系占39.3%，也就代表有超过8成性骚扰行为人出现伫受害者女性逐工的工作环境内底，而且将近9成公司唔知影或者是无处理这场性骚扰的事件。他来做了申诉之后，结果公司可能我知道了这个状况，不管是威胁利诱或者是好言劝说，就有撤案的状况。那实际上我们这1-2年来都有发现这种情形。
现代妇女基金会指出，性别工作平等法为民国91年定到即马，国内依然有13派企业甲公司无建立性骚扰防治措施，或者是补救办法。政府应该马上开发卡数公司受理性骚扰案件无作为，或者是处理无公平，研发10万到50万，佮公布公司的名号甲负责人的名字。记者综合报道。为了帮助民众找到工作的第二春，好尾就业中心开办服装仪容的课程，加强第一印象。中心也统计，会使顺利二度就业的查某人比例只有1成尔。 36岁住伫婚姻的杨慧珊，本身有先天听力障碍，平常时爱用轮椅、手机甲人沟通。不过，伊并无放弃学习。大学毕业了后，拍拼摕到几多张国际电脑证照，顺利找到一份行政的头路。不过，却因为结婚了后，专心要照顾家庭，半年后想要搁再找头路，却遇到真侪困难。但业无为，又业无依，这个不如意外。 难包难胆大，我倒不歪。一业无为，又业无依，压大我一满衣服。 为着要予找头路的人，予头家有一个好印象，好尾就业中心透过服装仪容整备计划，传授面试技巧，希望提高录取的成功率。以好尾地区来讲，30岁以上女性占好尾管区来登记要找头路的人数有到36%。109年2度就业的妇女占10%，有真正找到头路的人，成功率有到60%。因为面试的技巧准备的不充分，或者是在履历的撰写需要加强。那甚至有些民众穿着夹脚拖，或者是在服装仪容穿着居家服就去面试，导致呢在雇主对他的第一印象，留下了不好的印象。所以呢，我们会用服装仪容的整备计划来协助他。好尾就业中心强调讲，面试的时阵，除了透过动作讲话来表现积极的态度以外，清查也是会当加分或者是扣分的因素。欢迎要找头路的民众会当利用各地头就业中心的资源，顺利找到新头路。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宣传人权的理念，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今仔伫云海港的旧厝举办长长的启动仪式，希望透过人权议题相关的讲座，让大家来了解人权的重要性。既然国家人权委员会以重视台湾的人权、推动人权的教育、人权的理念，是我们的工作重点之一。 基金会是希望借由故居的使用，可以把自由民主的思想啊、法政领域以及人权的教育的理念，都能够借由这个小小的场地啊，那么可以不断的举办活动，然后想办法让这个教育的推广工作可以持续下去。 监察院强调，这个讲堂是甲云海港基金会、佮有东吴大学、中福全人权研究中心做伙合作。未来若有讲座，佮有工作坊、人权论坛，佮有人权文本的读书会哦。希望有兴趣的民众会使做伙来参加。 为了阻止采光房价，行政院最近的讨论房地合一税，5年内底买厝又搁卖厝会扣35%还是45%的税？也毋过有学者是认为，其实咱国内上大的问题应该是空厝税上过低，所以空厝搁囤厝的状况是真严重。 新的建案广告真济，有的是讲总价真低，也有建商直接送装潢甲车费要来起买厝的人。最近房市交易真热，为阻止炒房歪风，行政院房市健全小组最近讨论房地合一税收法方向，规划要延长第期持有的定期为2年延长到5年。直接影响是我们会认为有很多区域它的交易量会明显修正。那当然，对于一些所谓可能从预售开始购置的投资客来说的话，它的冲击会比较大，因为预售新建的时间大概会是3年左右，再加上5年的话，等于说它这个资金会有一个8年的停滞期，可能也会降低到它的投资意愿。根据即马房地合一税规定，厝1年内卖出去税率是15%，有1年以上到2年之内是35%，2年到10年厝是20%，10年以上是10%。即马传出5年内卖厝可能会被看作是短期交易了后，未来2年内卖出去的厝要扣税45%。
2年到5年内是35%，5年到10年内20%，超过10年维持10%。房地合一税根据我们过去长期的研究，它在初期的效果、宣示的效果是有的，可是到后来慢慢的淡化，可能理由就是大家都已经有因应的措施。另外，房地合一税会被纳入境内法人，即卖规定。境内法人卖厝所得原本只要交营所税20%，未来会改做相关的税率45%。因为大部分的法人很多都是那个金融业、保险业，应该针对他们来订定一些游戏规则，而不是以偏概全的这个全部来做全面的处罚。学者认为，延长房地合一税年限当然是有益的效果，不过也可能伤害无辜，或者是制造更加侪所谓的投机效果。现阶段上大问题也是伫国内房屋持有的成本伤过低，空厝、囤厝的状况严重。政府应该对囤房税表态，才能真正符合社会期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 HBL 高中篮球联赛冠军战，昨伫台北小巨蛋比赛，男子组的泰山高中伫最后5分钟打败南山高中，以81比78摕到有史以来头一座冠军。女子组的冠军是淡水上港，这届是连赢14场无输过。总统蔡英文和副总统赖清德拢有去看比赛，颁奖嘛鼓励所有选手。13分落后，关键第4局，泰山高中发动强烈的攻势。HBL 男子组甲级冠军战双三对决，泰山高中对南山高中，到最后投票的阶段，双方犹原平手，现场真紧张。在总统蔡英文见证下，比赛倒算5分钟，泰山高中反扑逆转，最后是81比78打败对手南山高中，迎接队史第一座 HBL 男子组冠军。把奖座握好，捧好，看向前方。我们给泰山高中一个尖叫声好吗？全国巨棒！另外 ，HBL 女子组甲级卫冕军淡水上港完成14全胜封后，冠军战靠第二节14比0强攻，甲对手英联高中挨拍，中场76比51赢球，收下队史第11座冠军。另外，个人上大个人奖 MVP 分别是泰山高中戚鸿辉加淡水上港郭凤婷。副总统赖清德也到女子组季军赛看球，加台湾飞人陈信安最近看比赛，伊鼓励大家到球场支持球员，因为现场的感动绝对不是伫咧厝内看电视当比的。同时也感谢教育部加高中学校体育总会合作，遵守指挥中心的防疫要求，才能让 HBL 顺利举办。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看中华 KO 有一间饲猪场，互检举讲臭味真重。环保局调查是发现讲，这饲猪场是直接甲废水排入去溪里，实在是真恶质，嘛对因开出100万的罚单。稽查人员来到这搭排水口收集样本，暗时9点多，废水直直流，色水看起来比目汁搁较乌，现场歹味臭甲互人强要记载袂掉。太黑了，空拍到有点烫。水质实在伤过垃圾，稽查人员就挂几若层手螺啊，才有法度采样。中华 KO 最近被拿到暗时，臭地洗味的一尊过一尊，民众是挡袂掉来检举。中华县环保局发现，废水竟然是对当地东犁溪边啊一间饲猪场经过合法的排水口来排放。尖气死的废水直接绕过十数个一些相关的合法单元然后直接从它合法放流口来进相关排放，放流水超过放流水标准高达30倍之多。中华县环保局表示，这间饲猪场是合法的业者，也有排废水许可证。不过业者趁假日时啊，把闪过处理地无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去到东犁溪，也即嘛水情暗倒，水无济，造成污染物吨到真严重，业者说大祸冤枉。以后污泥不知道怎样处理了。他没有配套措施吗？回归早一回归农地啊。会飘臭味啊，风啊，风顺的话啊，就飘就臭味啦。业者表示，因为烂土地用甲真棒，干会当先清理，甲水排出来。不过当地居民互味臭甲挡袂掉。环保局表示，业者闪过处理地，直接甲废水排出来，上当通罚2000万。因为业者是第一摆违规，所以罚100万，也要求改善排放措施。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高雄的田寮，这间爬远的温啊，高雄市环保局毋那一届发现讲，有人甲一寡废土、塑胶料、佮无爱的柴壳，等伫温啊内底哦，嘛已经移送地检署侦办，也毋过昨又佮查到讲，这温啊的主人使怪手甲头嵌伫温啊顶头，嘛佮罚伊30万。客查人员到高雄田寮的一个废弃渔温啊，看到当废弃物的人，当咧用怪手甲头嵌起来。毋过这个毋是第一摆啊，这个渔温啊，去年就互环保局抓到偷倒废弃物，顶个月也是后白倒废物财，3届拢是同一个人做的。稽查人员路经该场地的时候，发现这个行为人之一，也就是地主，正在操作这个怪手来回填相关的这个废弃物，因此呢，当下除了立即命他停止相关的作为之外，也做成了这个稽查记录。环保局表示讲，土地范围超是1公顷，大约有2成是国有的土地，其他是私人的。土地的人就是地主之一。环保局以废弃物清理法对土地的人罚30万，而且佮送去地检署。不过环保团体是烦恼讲，业者为着要省清理的费用，根本是无会惊。正常的污泥处理费1吨是12000啊，废木料1吨是5000啊。然后如果以那边最少抓1万吨来算啊，它都快要破亿了。只罚30万，他这样填，他1天就可以赚回来。环保团体指出，渔温啊回填的废土已经把水污染变黑色，造成鱼群死亡，烦恼对环境造成污染。地检署表示讲，去年11月已经收到案件，目前正在调查。我们近期内可能会针对说该土地它被倾倒一些废弃物的一个类型，等相关的一些侦查的一些那个证据，我们会开始来加以清查跟收集。环保局提醒，真侪人认为家己的土地地当后白当废弃物，实际上拢爱经过申请。环保局会继续监控这个渔温啊，确认敢有其他违法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台南7股的蛤蟆今年是收了袂歹，也毋过因为疫情，较侪人买，介绍是无介好。嘛因为最近的雨水较少，蛤蟆肉就较咸，渔民是毋望天公伯啊，赶紧输一寡雨水，互大家。放蒜头甲味素，蛤蟆才落鼎，炒炒咧，才会水搁饱甜的蛤蟆，就会当芳真多。毋过今年的蛤蟆因为受到烤换影响，虽然也是真好食，毋过食起来哪像比烟过去较咸。这系口感较咸少寡，因为最近拢无落雨，所以造成这渔民对这个马足困扰。就很新鲜，可是就是比较咸，很死咸啊。对，它和之前在吃的那个汤就不一样啊。除了食落去较咸，台南7股的蛤蟆今年因为饲了真好，加上去年疫情的影响，生意真歹，蛤蟆消袂去，就愈饲愈大粒。用过饲12个月就会当摕去卖，即马爱拖到18个月，连带增加成本也佫有风险。进前一斤会当卖到60块至70块，今年同期一斤的计数，敢若会当卖到要50块左右。蛤蟆加较大粒，毋过计数是加真歹。咱这个沿海者拢算长，去年度到今年的过年进前拢还佫60、70算产啦，剩差不多40至50左右啊。他所卖的价格或是相关，他都还在成本以上，那我们会去密切去那个追踪这个价格。针对这点，台南市农业局表示，蛤蟆养过较少因为盐分伤悬来影响到生理，毋过今年因为雨水少，蛤蟆加真咸，这会烦恼影响到饲草。所以决定暂时无办促销的活动，目前申请渔民减少出货的量。因若计数虽然有落，不过成本还佫拍会过，未来会持续追踪产销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东河乡有一种柑仔类的水果叫做芳丁，今年因为风调雨顺、大丰收，计销嘛袂歹。后一期的花最近嘛开啊，咱做伙来看卖。台东县的太原油果、四周边拢是山，正适合种柑橘类的水果。即卖有一种学名叫做万轮世界，俗称芳丁的水果大出。有农民为要省人力，特别开放予民众来买水果。即卖一斤的特级果差不多60块，主要是因为天气好。西部有干旱了，这里还没有够干旱。即卖树仔顶看芳丁是更加慢，买水果的民众买甲真欢喜。这种水果上特别的所在是自开花结籽到熟会当办爱14个月，所以每年伫咧采收的时阵，树仔顶同时看到白色的花甲黄色的水果，农民家叫做两大同堂。
今年花甲水果拢真水，所以明年的收成应该袂歹。即摆搁爱鲜花，搁惊去甲伊当掉呢。果熟成熟，那3月中也是下一季、下一年的结果的花也是在盛开。成功顶农会讲，旁顶是全国柑橘类上晚采收的水果，台南县种的面积有80多公顷，是国内主要的产地。今年无受到欠水的影响，产量比往年差不多增加2成。记者综合报道。朝观众朋友来看，屏东杨埔乡的一个少年人哦，伊捌去日本留学，后来嘛伫日本食头路，工作阁袂歹，也毋过因为爸母哪来哪济花，前几冬伊转来到屏东，才处理的拿花事业，因为日本加流嘛开发日本的生意，互爸母是感觉真骄傲。温室内底一丛一丛的兰花发甲真暗，当咧采收的青龙蔡家豪，2年前也是一个伫日本上班的上班族。因为爸母的年岁哪来哪济，决定放弃年薪8万的工课，转去故乡接手厝林的产业。在日本之前工作，大概薪资约10万左右这样子，然后回来务农，就是虽然很辛苦，可是就是所得上面也是蛮有收获的。务农其实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对。然后因为毕竟是家里的事业。蔡家豪因兜有种3家的兰花，而且嘛咧培养金蕉栽，运用伊伫日本做贸易甲日语的经验，发展厝林的产业。因为有后生转来斗3工，蔡妈妈是感觉讲家有够轻松。回来当然有比较轻松啊，因为有小孩子承接他爸爸的工作啊，然后我们也年龄也老了大了，他高兴快乐就好，跟家里这样子很亲密在一起也比较好。少年人回乡发展传统产业，嘛提供农业一个转型的机会。蔡家豪讲，做事这条路风吹日晒是真辛苦，不过会当甲亲人做伙打拼，嘛是一款甜蜜的势头。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鼓励身体有下不便的朋友哦，唔通常常拢踮伫厝里，爱加减出门去参与社会。婚姻馆都协会带遮行动不便的朋友去岛南运动场来体验手摇车。哦，协会是表示，希望会使创造机会，互新长者会使熟悉交流，嘛会使互相支持，唔免惊外界眼光，会使活了自信自在。双手摇咧，就通控制车身向头前行，袂正滑或者是倒滑拢会使。这种手摇车真适合行动较不便的朋友来骑，也目暗的朋友敢会当骑。看因骑手摇车骑甲嘴笑目笑，就知影一点仔问题都无。就觉得还蛮特别的，因为我们视障朋友其实很少机会可以这样走出来，那又很少机会可以体验到不一样的东西。那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就是很新奇、很有趣的。看无了，我将近差不多10年唔捌骑过铁马，啊唔捌骑过车，啊但是今仔日上欢喜，啊搁上无共的体验就是手摇车。这是婚姻馆爱无界协会所举办的活动，邀请身体有不便、袂行、看无的朋友去到岛南运动场体验手摇车、协力车，振动一下身躯。这朋友互相帮赞，行动不便的朋友做前指挥方向，目暗的朋友做后，甲车送来行。互相交流生活的经验，了解身体无共欠缺会拄到什么款的艰难。其中有人表示，因为参加活动、参与社会，豆对课堂行出来，重新面对人生。其实我看不见，其实以前我很在乎别人看我的眼光，现在我的心态把它转正了，对我自我的价值，我出来正在找，把这些我不见的东西一样，我要寻找回来。举办这个活动，唔那鼓励身体有较不便的朋友，莫接点处理，加行去到户外，振动身躯。这个身心障碍者也通参与社会，有无共款的生活，和朋友分享体会，交流经验，互相鼓励，同齐勇敢面对未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南后壁有一间餐厅，坚持用在地食材，要来表现做事人的草地精神。因推出挂稻仔饭，这是伫都市食袂到的滋味，每一碗拢会当食到传统的古早味，佮有农村的人情味。
一间富贵食堂保留伫甲牛车等等的元素，互人一踏入餐厅就感觉真少年。店里卖物件嘛真有古早味，头家娘的挂条仔饭唔来用在地食材，也要推广传统农村的精神。农业时代样子东西纯手工互助的方式，都没有酬劳的。今天割到谁家的稻子，谁家的女主人就要煮了很丰富的菜肴，打去产，挂条仔师傅食，中昼休困的时阵，就大树骹啦。无就是像讲迄个餐花边，安尼硬硬食就好啊，安尼顺这个机会推广在地的米出去，这样子。店内挂条仔饭唔但有控肉、三杯鸡汤选，嘛有用豆腐代替肉类的方便素。头家娘讲，猪肉是甲市场的肉店体合作10几档啊，品质是挂保证。阮的猪肉拢唔是用水回卤，阮是用纯酒、纯那个米酒，加豆油，个冰糖回卤。咱的猪肉是今日卤，唔是今日食，要回锅之后才会好吃。所以人讲的猪肉若卤了好食，饭嘛好食，其他配菜拢是多余的。一碗挂条仔饭，食的是早期农村传统的滋味，嘛是厝边隔壁互相斗相共的人情味。来到富贵食堂，免惊食袂饱，只惊上晚来食袂到一个朴实的古早味。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特产试验所最近使用这种冷冻的本土蓝树底的精水，利用人工的受精来拍种，让3只猪母生出14只的猪仔囝。咱做回来了解。画面中这牛讲，注射筒顶顶是特产所用来收集蓝树底的精水以及拍种的机丝。15档前，特产所冷冻蓝树底的精水，去年甲特冰拍种，成功让猪母有新生猪仔囝。那兰屿猪就是台湾本身很重要的本土猪种，那我们也是把这样的技术，在民国94年的时候，机器购置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制作冷冻精液保存。那只是15年后的现在，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完成解冻，那也很成功的，我们配3只都有上。特产所成功开发动物生育细胞的冷冻保存技术，也完成技术转移，予产业界寄望保存最物种。民国100年的时候就已经寄转给产业界了，这样子的目的都是为了要协助产业，就是把整个种源可以保存。冷冻15档的蓝树底精水成功特冰拍种生团，证明新实细胞的冷冻保存以及活化运用无问题，对保护台湾的生物多样性有正大帮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头一场大规模的国际军事装备的展览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举行。欧美的军火商将对各地无同款的需求推出武器系统。只就这站有真侪无人机攻击，所以军火商嘛推出无人机的防空系统。2019年9月，沙烏地阿拉伯炼油設施受到無人機自殺式攻擊，雖然無重大傷亡，財務損失也有限，但過造成國際石油市場的心理衝擊。The threats are obvious lately. I mean, you have drones that coming from aggressive countries that are not aligned to Saudi Arabia. So this is one of the threats. You have some missiles fired every now and then. So how do you protect against any hostile forces coming from abroad? 地主阿联的军火业者哈尔康由德国廠商協助研發專門地對付無人機、地對地火箭一個直升機的防空系統，包括高能量雷射加短時間大量發射的極地挺飛彈。The Counter PGM and Counter RAM missile is specifically designed to counter hard-case targets, such as precision-guided munitions and large artillery shells. With its extended range of up to 6 kilometers against such targets and its multi-launch capability, Skynex will experience a significant performance increase against saturation attacks and enhance its target spectrum. One missile launcher containing up to 60 ready-to-fire missiles can launch up to 5 missiles per second on individually assigned targets. 對這個產油的中東國家來講，發展本土的軍火工業，唔乃當提升國防自主能力，在經濟上會當達到多元發展的目標。A key objective of the kingdoms is to diversify its economy. If you look at the kingdom's economy in the past, it's been really directly impacted by oil prices. So it was heavily dependent on carbohydrates or oil. So now defense industry is a huge industry.
除了德国的军火商，美国的业者专门伫咧做国型飞弹的雷神科技集团，伫今年阿联国防展也推出高能量镭射武器，以大量来攻击的敌军无人机或者是多管火箭做假想目标。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1度。中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5度。外岛地区上低13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